成人寒症診療服務。寒症又稱為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觸納症，係由於上氣道解剖結構異常，導致氣道不同程度嘅狹窄所引起嘅疾病。不僅導致睡眠打鼻鼾、反覆呼吸暫停、白天瞌眼瞓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緒障礙等症狀，還可能與某些呼吸系統疾病、高血壓、冠心病、腦血管意外等心血管疾病嘅發生有關，所以打鼻鼾一定不能忽視。人殊眼耳鼻喉有專門針對成人寒症嘅專業解決方案。首先，醫生會對患者進行全身體格檢查，判斷患者 BMI， 再通過高清內鏡、睡眠呼吸監測來評估呼吸阻塞情況。根據評估結果，為患者提供專業嘅治療方案。重症患者首選寒症正壓通氣治療，亦俗稱嘅呼吸機治療，係一種非創傷性嘅治療方案。人殊精心挑選先進呼吸機品牌，並提供由主診醫生、專屬客服、呼吸機工程師3對1嘅寒症慢病健康管理服務。主診醫生會根據患者情況做定期覆診安排。呼吸機工程師每次都會根據檢查結果，及時調整呼吸機壓力值，確保每次正確有效咁使用，提高治療效果。喺使用嘅過程中，會有設備使用解答同健康生活指導嘅專屬客服服務，仲會提供定期消毒呼吸機管路嘅清潔服務。對於上氣道異常結構並且符合微創手術指徵嘅患者，亦可以安排微創手術治療。根據上氣道阻塞平面評估，選擇相應手術方式。醫生會通過高清視頻內鏡觀察患者鼻腔內部情況，同時人殊引入專用於耳鼻喉檢查嘅上氣道數字化影像學檢查設備 CBCT， 利用 3D 成像技術旋轉掃描得到3維圖像，並進行上氣道 3D 重建，精準計算阻塞程度。針對不同程度組織肥大，會採用不同嘅手術方式。比如下鼻甲肥大患者，可進行下鼻甲肥大射頻消融術。消融術係利用熱能去除部分良性增生組織，並快速封閉傷口。脷肥厚嘅患者亦可以進行脷根射頻消融術。針對溶雍垂、軟腭鼻口同扁桃體肥大嘅患者，可通過溶雍垂腭咽成形術 UED 解決問題。醫生會將兩側扁桃體通過等離子刀剝離切除，再將前弓、後弓和溶雍垂一齊切除，最後對傷口進行縫合，達到擴大左右徑和前後徑嘅效果。出院前會建立由主診醫生、麻醉醫生、護士、專家助理等組成嘅人殊手術患者離院管理群，根據術後恢復情況提供專業嘅疼痛管理以及持續嘅健康管理，直至完全康復。